大家好，我係 Candice 啊。咁前幾日咧，我哋都傾咗個能量洩漏呢個話題啦，同埋點樣可以回收我哋能量嘅方法。咁今日咧，我想帶你咧去做一個實際嘅操作階段。咁點樣去用靈氣啦？點樣去用水晶、閃靈鑽啊、班彩螺啊？咁點樣可以自然咁樣回收能量？咁同埋點樣可以穩定你嘅狀態？咁重點咧，一定係要夠安全啦、有效啦，同埋可以長期使用啦。準備同埋安全呢樣嘢咧係非常之重要嘅。任何能量工作之前咧，一定要先做好兩件事。咁首先你嘅環境啦，同埋你嘅工具啦，係咪都已經清理好？咁同埋都係咪磁場穩定啦？咁樣咁。跟住，然後第二就要建立一個內在嘅邊界啦。咁咧，雙腳咧一定要踩地，然後感覺翻自己嘅重量。咁同埋個意識要話俾自己聽，我係只係連接自己選擇嘅能量啫。咁呢個好重要噶。咁跟住第三樣嘢咧，就係要檢查自己身體嘅狀態啦。譬如感受下自己今日嘅身體狀況啦、情緒狀況啦，同埋個呼吸啦。咁如果你覺得咦哇今日好攰喎，極端疲勞，咁就唔可以啦。咁或者今日有啲唔舒服喎，咁就唔可以啦。大家先停咗先。咁呢幾個步驟係非常重要。咁能夠可以避免反效果同埋感覺混亂呢件事嘅。咁靈氣嘅使用方法咧，咁我自己咧就係都用咗靈氣幾年啦。咁我無論係臼井靈氣啊、Karuna Reiki 啊，咁跟住 Money Reiki 啊，咁我都有使用啊。呢幾年不間斷咁樣使用，一定要留意先穩定自己。咁用啱啱學咗嗰3個最簡單嘅入門步驟方式，咁要記得要停止輸出，回到自己身體嘅能量，跟住同埋容許自己空白。咁要確保能量係集中喺自己身上，跟住個步驟就係要輕輕咁樣感應下同埋接觸下你自己有嘅水晶啊咁樣咯，咁或者係閃靈鑽啊或者班彩啊咁樣，感受下佢哋嘅頻率。咁但係咧個心咧一定咧要夠平靜喎。咁唔好咧，一攞住佢就好興奮啊，好想快啲攞佢嘅能量啊，或者係傳送一啲能量俾佢啊，咁唔好啊。咁要先感受下佢，然後先至再放大自己嘅能量。咁最後咧做完之後，記得要結束同埋回收自己嘅能量。感應完之後咧，咁最好咧雙手咧就合十啦，然之後深呼吸。然後就話俾自己聽，所有嘅能量都已經回到我身上啦，咁樣就再一個回收同埋清理同埋關閉個邊界嘅意思，咁樣。咁水晶產品咧嘅應用咧，咁要留意一下啦。咁唔同嘅水晶產品有唔同嘅加持嘅效果，但係核心嘅概念一定係一致嘅。咁第一樣嘢就係一定要穩定自己嘅能量場啦。第二就係一定係放大自己嘅自身意圖啦。跟住第三就係輔助回收能量啦。咁樣，咁使用嘅技巧都係咧放喺自己嘅身上或者身邊，咁跟住感受佢哋，咁然後用呼吸去感受下佢哋嘅重量同埋頻率。咁唔好即刻期望佢哋會改變你嘅嘢，由0變100咁樣，咁唔會即時改變到你嘅情緒，咁你只係慢慢咁樣增強你嘅覺察。咁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初學嘅時候咧，成日都會忽略咗個順序同埋回收，咁結果咧就好似用完呢啲嘢，點解好似仲攰啲咁樣？咁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所以每次使用產品之前，要先做好內在嘅穩定，同埋要有回收嘅步驟啦。咁而家我哋咧即時咧試下用一個練習，咁大家可以跟我一齊做。
咁先揾一個位置去坐好，然後雙腳掂地，慢慢合埋雙眼，深呼吸，一口氣，吸氣，呼氣。如果有水晶或者閃靈鑽或者斑彩嘅，咁可以手握住佢啦，再唔係擺喺身邊都可以嘅，或者其他嘅水晶都可以嘅。咁然後心入邊默念，我允許能量回收到我嘅身上，然後慢慢呼氣，意識返到身體，回收外界嘅能量。如果準備好嘅話，可以打開眼睛，感受下身體同埋呼吸，係咪好似睇嘢都清晰咗？咁呢一個流程係非常簡單，但係都可以做到能量回收嘅效果。就算唔識靈氣嘅，都可以咁樣去做，幫助自己穩定返自己嘅能量。咁重點提醒一下，能量工具只係一個輔助嚟嘅啫。重點提醒一下，任何嘅能量工具只係一個輔助，核心係你自己要穩定，同埋有一個收回嘅能量，同埋容許自己空白嘅能量，去平定自己嘅能量。用啱方法呢，水晶同埋靈氣同埋閃靈鑽同埋攀彩就會真正幫到你啦。下一條片呢，我會示範呢點樣可以用呢一套方法完整咁樣做一個遠距離嘅治療。大家如果想感受一下靈氣，我會示範一下點樣做完一個遠距離嘅療癒。咁包括可以用嘅實際嘅操作方式。咁你學完之後咧，都可以自我操作嘅。咁大家如果想感受一下靈氣嘅話，可以下次再入嚟我嘅視頻嗰度，大家一齊去做實際嘅操作啦。咁如果覺得今日嘅影片係有收穫嘅話，請大家留言星星，我會挑選一啲留言，然後喺下一條片入邊再深入去示範同埋解釋俾大家聽。咁今日我哋分享係咁多。如果大家喜歡我嘅影片，記得要按讚、分享同埋留言啦。記得要追蹤我嘅頻道，點個小鈴鐺。多謝大家。如果大家都鍾意我嘅頻道嘅話，請你哋按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多謝，拜拜。